大家有冇試過，當你想救咗屋企對用舊咗嘅筷子，或者想換個新鑊嗰陣呢，屋企嘅長輩總會講一句：哎呀，都未爛，洗乾淨用滾水計下咪用得咯。做人唔好咁浪費啦。聽落去好似好有道理，節儉係我哋中國人嘅美德。但係作為一個喺街市同廚房打滾咗咁多年嘅過來人，每當我見到呢啲已經變黑發毛甚至甩皮甩骨嘅廚具仲擺喺飯台上邊，我心入邊其實係好驚，亦都好心痛。之所以心痛係因為我哋往往為咗慳嗰幾十蚊嘅廚具錢，而忽略咗一個更龐大嘅隱形成本，就係我哋全家人嘅健康。如果你覺得廚房只係煮飯嘅地方，咁你就低估咗佢。根據微生物學嘅數據，一個缺乏打理嘅廚房，佢嘅細菌含量其實高過個廁所好多倍。今日我唔想用恐嚇嘅方式同大家講嘢，只想靜靜地同大家分析下廚房入邊呢4樣我哋日日都接觸，甚至含喺口入邊嘅物件，到底收埋咗啲咩風險？特別係第2樣，好多人都以為洗乾淨就冇事，其實嗰啲肉眼睇唔到嘅威脅先至最攞命。先講講大家最常用嘅易潔鑊。我知道好多主婦好錫住啲鑊，但亦有好多人呢，一隻鑊用到天荒地老。咁大家有冇諗過，易潔鑊之所以易潔，係因為上邊層塗層。雖然而家嘅科技已經進步咗， PFOA 呢類致癌物已經禁用，但物理上嘅風險依然存在。當你見到隻鑊個底已經花晒，甚至露出一笪笪銀色嘅金屬底，其實每次炒菜高溫同鑊鏟嘅摩擦都會令到無數咁微細嘅微塑膠溝入去我哋嘅餸菜入邊。有研究做過模擬一隻破損嘅易潔鑊啦，煮一餐飯可能會釋放出幾千甚至上萬粒微塑膠。咁當然你可能會話食膠啫，屙翻出嚟咪冇事咯。咁但係問題唔單止係層膠，而係失去保護之後嘅金屬。易潔鑊嘅底層通常係鋁合金，咁當塗層冇咗，又遇上我哋煮餸常用嘅酸性調味，好似醋啊、番茄啊呢啲金屬離子呢，就有機會溶出嚟。雖然醫學界對於鋁同老人痴呆症嘅關係仲有爭議，但係長期食落肚過量金屬始終會增加身體負擔，特別係對老人家同小朋友，我哋無謂去搏。所以我俾大家一個好誠懇嘅建議，廚具係消耗品，唔係全家之寶。一旦見到鑊面有明顯嘅花痕或者塗層開始起泡，狠心啲換咗佢啦。比起全家人嘅健康，幾百蚊一隻鑊其實真係唔貴。接住落嚟講嘅呢樣嘢係我覺得最需要正視嘅筷子。好多老友記咧中意用木筷子或者竹筷子，覺得天然啦、唔傳熱啦、好揸手。冇錯，新嘅時候係好好用，但係木材同竹材有一個天然嘅特性，就係佢有毛細孔。你可以想象下咧，筷子用耐咗，表面咧會有好多細微嘅裂紋。呢啲裂紋咧就好似一個個微型嘅垃圾桶，吸飽咗洗潔精、油污、生水同埋食物殘渣。喺香港咁潮濕嘅天氣下，呢度就係霉菌最中意嘅溫床。大家可能會聽過一種叫黃擴霉素嘅霉菌毒素，雖然唔係所有發毛筷子都有佢，但萬一如果有食物殘渣喺上面發毛，風險係存在嘅。作為一級致癌物，黃擴霉素非常頑固，佢嘅分解溫度要去到280度。好多人以為我每星期用滾水煲下對筷子咪殺菌咯，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我哋煲滾水得100度，對於普通細菌可能有用，但係對於呢種毒素，只係幫佢沖個熱水涼，根本殺唔死。如果可以嘅話，試下轉用合金筷子或者304不鏽鋼筷子。雖然開頭用可能覺得重手少少，或者夾嘢好滑，但係習慣咗之後，你會發現佢真係乾淨好多，洗完一抹就乾。完全冇發毛嘅煩惱，呢個係一個一勞永逸嘅選擇。講完食具呢，講下處理食物嘅工具。有冇留意過你屋企塊砧板，特別喺中間切嘢嗰個位，係咪凹咗落去？如果係膠砧板，係咪有好多發黑嘅刀痕？試下用指甲刮下嗰啲黑痕，你會刮出一層灰灰地嘅泥。好多老友記以為呢嗰啲只係洗唔甩嘅食物漬，甚至覺得切完嘢用滾水泥下就消毒啦。其實嗰啲唔係泥，係一層頑固嘅生物膜。呢個係無數細菌，包括沙門氏菌、大腸桿菌，為咗生存分泌出嚟嘅黏液，將自己層層包住。呢層膜就好似細菌嘅防空洞啊！普通洗潔精或者熱水根本攻唔入去。當你喺上邊切
完生肉，再切西瓜或者燒味，肉眼睇唔到嘅細菌就會搭順風車，直接入咗你個口。仲有嗰塊長期濕立立嘅百潔布，好多人用到爛晒都唔換。你有冇試過攞起塊布聞下，有一陣難以形容嘅絨味或者怪味？無論你點洗，嗰陣味都揮之不去。其實嗰陣味呢，就係細菌排泄物嘅氣味。當你聞到味，代表上面嘅細菌數量已經多到失控。你用佢嚟洗碗，其實係將細菌勻循咁搽喺每一隻碗碟上邊，越洗越污糟。解決方法其實好簡單，唔需要買咩貴價清潔劑，最緊要係破壞細菌嘅生存環境。對於砧板，定期用梳打粉加白醋，利用酸鹼反應起泡，可以幫手帶走深層嘅污垢，再用粗鹽磨去死皮。最重要係洗完一定要垂直吊起或者放喺通風嘅架上邊，保持絕對乾爽，細菌冇水分就繁殖唔到。至於百潔布，我想講佢真係好抵，一個月換一塊，或者見到爛爛地就換，唔好慳呢幾蚊。最好預備2塊唔同顏色，洗碗嘅歸洗碗，抹台嘅歸抹台，咁樣嚴格執行乾濕分離同專布專用，先可以真正截斷廚房嘅交叉感染鏈。講咗咁多，其實今日想帶出一個觀念。我明我哋上一代人經歷過物資短缺，每一分一毫都得來不易，惜物係一種本能。見到對筷子仲夾得起餸，見到個鑊仲炒得熟菜，就覺得作咗係折墮，係忘本。咁但係呢，我想邀請大家換個角度去計一條數，重新定義咩叫精明嘅節儉。真正嘅節儉唔係在於你壓榨一件死物嘅極限壽命，死都要用到佢爛為止，而係在於你點樣透過適當嘅維護同更新，去保障一個更有價值嘅資產，就係你同屋企人嘅身體，以及每日嗰餐安樂茶飯。試諗下，我哋辛苦做嘢，去街市精挑細選，買條靚魚，買隻靚雞，無非都係想屋企人食得開心，吸收營養。但如果因為我哋唔捨得換一隻幾百蚊嘅易潔鑊，或者一塊幾十蚊嘅砧板，搞到煮出嚟嘅餸菜加咗料，令到原本健康嘅食材變成咗負擔，咁樣豈不是本末倒置？呢個先至係最大嘅浪費。更現實啲講，如果你因為長期使用發毛、釋放微塑膠嘅廚具，搞到腸胃長期慢性發炎，甚至肝臟出現問題，將來去睇一次專科醫生，照一次內窺鏡，或者食長期藥，嗰條數係幾千甚至幾萬蚊。更唔好講老人家身體受苦，仔女又要請假陪診，嗰種心理壓力同折磨。所謂小數怕長計，健康先係最大嘅本錢。用合理嘅價錢定期更換老化嘅廚具，其實係一種最高回報嘅健康保險，亦係對屋企人最溫柔、最實在嘅一種保護。唔好讓過度節儉變成傷害身體嘅把刀，令自己去到晚年先嚟後悔。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俾大家一個去檢查廚房嘅理由，亦都俾大家一個改變嘅勇氣。我知道改變幾十年嘅習慣好難，可能你會覺得 Thompson 嗌嘢好心痛嘅，唔緊要，我哋唔需要一步登天，唔需要即刻全部喊晒。你可以由最細微嘅嘢做起，例如今晚食完飯去睇下對筷子有冇變黑，如果有，聽日去超市順手買對新嘅，就係咁簡單一步，你已經為屋企人嘅健康起咗一道防線。我係 Thompson， 我做呢個頻道呢，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做大家健康路上嘅一個老朋友，幫大家行少啲冤枉路。如果今日嘅分享令你有少少啟發，希望你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俾個 like。我亦都非常歡迎你 share 俾身邊比較節儉嘅長輩睇。有時仔女講10句都唔聽，愛人講一句佢哋反而會入耳。你一個簡單嘅轉發，可能就幫佢一個大忙。除咗廚具，其實我哋每日飲嘅水呢都好有學問。好多人屋企個電熱水煲耐咗，底層會有一浸厚厚嘅白色、黃色嘅水垢。有人話呢啲係天然礦物質，飲咗冇事。又有人話呢啲係結石元兇，甚至係劣質鋼材用出嚟嘅重金屬。到底你屋企個煲係304食用級定係高級？點樣清潔先最徹底？下一次我哋一齊坐低慢慢拆解飲水呢個話題，教大家飲一啖真正嘅安樂水。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哋下集見。